最近聽講喺貴州一個不為人知嘅村落裏邊呢，出現咗一件好得人驚嘅怪事。呢度嘅村民話，佢哋村後邊個山谷嗰度呢，時不時會發出一啲好響嘅怪聲。呢啲怪聲先係吹啲打咁樣嘅，後嚟變成人嘅叫聲噃，沙沙沙，哇咁樣叫嘅，嚇到啲村民夜晚都唔敢出門口。後嚟村民就將呢度劃成咗禁區，嗱，一般都唔會係隨便行入去嘅。咁樣呢條村出現怪異嘅聲響，到底係咩回事呢？嗱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貴州省安順市歪寨村係當地少數民族布依族嘅居住地方，生活喺呢度嘅人啊，世代以種水稻為生嘅。嗱，呢一日行，村民韋達慶就嚟到呢一條村附近嘅一片草地喺度放馬啦。因為屋企有事啊，韋達慶就將馬綁喺塊山石上邊就翻咗去啦。但係令到佢諗唔到嘅係，正當佢翻到原地，馬已經唔見蹤影啦。韋達慶四周咁揾咗個圈，佢都冇發現馬嘅任何蹤跡噃。佢見到冇結果啦，韋達慶決定去後山揾一揾啦。後山樹木茂密，又有一大片草地添。韋達慶啊，之前曾經喺嗰度放過馬噶噃，咁佢就心諗自己見唔到嗰匹馬，會唔會跑去山谷嗰度食草呢？所以我在心裏面懷疑，是不是我經常放馬走後山去，他是不是到那個地方去吃草了？韋達慶喺後山嘅山谷揾咗整整一個鐘啦，但係連條馬毛都揾唔到。見到個天又開始黑啦，而且仲落緊毛毛細雨添。揾咗一個行嘅韋達慶啊，決定喺一塊大石頭上邊休息一陣啦。望住幽靜嘅山谷，韋達慶突然有啲緊張，因為村入邊嘅老人家話呢個山谷曾經鬧過鬼啊，千祈唔好停留太耐啊，如果唔係呢，就會厄運纏身噶啦。雖然佢平時都幾沙膽嘅，不過因為驚會行衰運，所以就每一次過嚟山谷放馬呢，佢都唔會逗留好耐嘅。但係今日呢，為咗揾翻隻馬，佢仲係決定繼續往深山裏邊行入去啦。時間一分一秒咁樣過去啦，突然遠處傳嚟一陣山崩地裂嘅倒塌聲，隨後一段滴打聲響，聲音環繞住整個山谷，完全搞唔清楚係邊個方向傳嚟嘅。突然滴打聲消失咗，但係天色變得十分陰沉，颳起大風，一陣喊殺聲步步逼嚟，就好似千軍萬馬咁樣殺過嚟咁樣。韋達慶突然間諗起村中關於恐怖聲嘅傳說，唔通呢啲就係傳說中嘅陰兵？諗到呢度，佢打晒冷震，即刻慌失失咁樣向村莊嘅方向跑去啦。天也開始黑了，那就聽到那個聲音了，就好像那個山塌下來的味道。開始的時間就是嘩這邊燒好，然後呢，後面的就好像那個千兵萬馬啊，那個腳步聲啊，咔咔咔咔咔一講來，然後呢，就隨後就有那個喊砍啊、喊殺呀，還有救命的呀。越係跑啫，韋達慶越覺得嗰啲怪聲離自己越嚟越近啦，風又越嚟越大啦，雷聲一個接住一個，就好似喺度追緊自己咁樣。唔知過咗幾耐，終於跑出山谷啦。韋達慶個心先至安定落嚟啊！喺呢個時候，天已經黑晒啦。韋達慶攞出手電筒照路啦，佢向屋企嘅方向一路行過去。突然，佢覺得好似踏中一啲嘢咁樣。韋達慶低頭一睇，哇！原來一條長長嘅銅環。銅環？韋達慶記得曾經喺村附近挖出咗好多骸骨，上邊都係套住呢啲銅環嘅噃。山路上面點會無端端出現骸骨上邊嘅嘢呢？韋達慶十分恐懼，佢話唔通自己俾鬼纏上咗啊！佢不由自主越行越快，搏命走翻屋企啦。原來這些老的哈，就講在那個山上啊，挖的那些屍骨啊，還有那個山上啊，打了仗啊，殺了好多人啊。
韋大慶一返到屋企啫，外邊突然間落起暴雨啦，仲落咗一晚添。第二日，韋大慶同隔籬鄰舍講起呢件事喎，但係大家對佢嘅遭遇並唔感到咩驚訝啦。原來歪寨村好多人同韋大慶一樣啊，都聽到過後山嘅恐怖怪聲，而且幾乎所有村民都知道村後邊山附近嘅呢一片山谷會發出怪聲嘅，突如其來嘅啲打聲啊，喊打喊殺嘅叫聲啊，聽落真係似民間傳說嘅陰兵借道啊！聽講好多地方都經常會發生過呢種事嘅，傳說得最犀利嘅咧，咪就係故宮啦。有人話5點鐘後啫，故宮就時不時會有一閃而過嘅宮女啊、太監啊等等，甚至會傳出人嘅呼喊聲添。聽見落去真係毛骨悚然啊！而喺陝西、甘肅呢一啲大山大嶺嘅深處，亦發生過類似啲咁嘅事件。當地嘅人呢，將呢一度稱之為山響啦。咁歪寨村嘅山谷怪聲啊，會唔會係呢啲傳說中嘅陰兵借道嘅現象呢？奇怪嘅響聲就好似一個噩夢咁樣，世代纏住歪寨村嘅村民啊，聽過怪聲嘅人呢，總會心慌意亂啊，甚至會生病添。咁多年嚟，村民始終冇辦法解釋怪聲到底由邊度傳出嚟嘅呢？3日過去啦，韋大慶佢仲喺度為咗唔見咗嗰匹馬呢而悶悶不樂。呢一日啱啱好遇到村長韋達澤喎，於是佢將啲怪聲嘅事呢就話俾村長知。我在30歲的時候，我就聽到這個聲音，當時聽到也沒人跟我們說過，老人也沒說，反正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了，就不會太多的說。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，反正我嚇哭了，反正是往家裏邊跑。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呢，韋達澤決定幫韋大慶揾馬啦，同時試下揾出發生喺村後邊嘅山谷怪聲嘅來源啦。他說：平時間你的膽子大，今天為什麼你要喊起我去啊？我就跟他說，我到裏面去有喊打喊殺的聲音，所以我就害怕了。沒聽到這個聲音的人，一聽到都害怕得不得了，有的還回去幾天都不想吃東西。在這個地方今天根本沒人來，肯定這不是人的聲音，挺害怕的，聲音太大。我們兩人當時就走，反正這聲音不是什麼吉利的。佢哋到咗後山，兩個人一邊揾一邊留意周圍嘅動靜啦。雜草密布嘅後山山谷顯得好荒涼、好安靜。突然間，佢哋兩個停咗腳落嚟，似乎聽到啲嘢咯。一陣若隱若現嘅怪聲就從遠處傳嚟啦，就係傳說中嘅山谷怪聲。佢就立即企喺一嚿大石頭上面，四周望下啦，空無一人嘅山谷，只有一塊塊亂石。喺怪聲襯托底下咧，睇起身更似一座座形態各異嘅墓碑喎。突然間，佢哋就發現咗啦，喺山谷嘅一頭嘅高山上邊有個隱蔽嘅山洞，而聲音似乎就喺嗰度傳出嚟嘅喎。啊，唔通嗰個山洞真係怪聲嘅來源地？反正去了之後呢，那天去，也就突然的也就發出聲音來了。但是我們兩個經過的一看了之後呢，反正周圍還是沒有人，我們就是在這個底下一找，就是從看到那個山洞口，了之後，好像那個聲音是從那個山洞口傳入下來。聲音越嚟越大，越嚟越清晰，最後佢哋頂唔住呢種詭異嘅氣氛，急急腳咁就離開咗後山啦。翻到去村中一問，先至喺老一輩嘅人口中得知，嗰個山洞啊，原來叫做雷打岩。原來啊，關於呢個雷打岩嘅山洞咧，背後仲有一段歷史添。據說喺清朝，清軍同起義軍曾經喺呢一度展開過激烈嘅戰爭，起義軍傷亡慘重，節節敗退，就退到雷打岩呢個山洞入邊。最後起義軍戰敗咗，幾乎全軍覆沒。十分慘烈啊！
咁村民聽到啲咁嘅怪聲，又會唔會同呢場戰爭嘅事有關呢？傳說是太平天國軍逃到我們這個地方的時候，就來了幾十人，來了幾個月，完了以後就跟附近這些村民都打起交道來了。打交道，我們村裏邊就有一個父子倆就參加了他們的隊伍，就在後邊就說被發現了，他們就逃到這個山洞裏邊來。戰爭到咗最後，洞入邊只剩低歪寨村嘅韋姓父子兩個人，為咗幫兒子逃出生天，父親獨自一個人守住洞口，戰鬥到生命最後嘅一刻。而後嚟兒子成功逃出之後，又繼續起義抗清咯，並將呢件事呢話俾啲村民知。後嚟村民為咗拜祭先人啊，同時又為咗驅逐後山怪聲帶嚟嘅恐懼，每當山洞口傳嚟怪聲呢，村民就會擺好案台，做一場簡短卻又莊嚴嘅儀式，虔誠祈求先祖嘅庇佑啊！為咗揭開怪聲嘅真相，編導呢嚟到咗歪寨村，並揾到村長韋達澤。一番交流之後呢，我哋就得知啦，韋大慶嗰晚呢見到嘅銅環喺當地並唔係好罕見啊！有時耕田勞作呢都會挖到呢啲帶有銅環嘅屍骨，而銅環呢就纏喺屍骨嘅手骨同埋腳骨上邊啦。而村民都唔知道呢啲屍骨啊究竟係咩人。我們挖那個地的時候，挖出來的時候，也不是我們那個民族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個民族的。為什麼要把那個銅線裹在那個屍體上？它就是什麼習俗，我們真的不知道。由於發生過戰爭，村民又喺後山發現咗數量巨大嘅骸骨噃，大家就紛紛猜測啦。後山詭異嘅聲響，好可能就係當年戰死嘅起義軍亡靈製造出嚟嘅。睇嚟要解開山谷怪聲嘅秘密，關鍵呢都係要從嗰個同起義軍有關嘅山洞開始。雷打岩係處於歪寨村嘅西北面，上山洞呢就只要唯一一條山路啦。爬上山洞，首先要爬過一段將洞口圍起嚟嘅古石牆。傳說的是以前太平天國軍砌的那個防禦牆。從那下邊說2米多，完了以後，它在1米7、8的厚啊。呢個山洞長160米，寬45米，高20米。洞裏邊啊，仲散落咗一啲碎陶瓷瓦片添，就冇人知道佢究竟係邊一個年代噶啦。同時呢，喺洞裏邊，我哋仲發現咗唔少掩埋喺石塊中嘅白骨，普遍已經風化碎裂啦。韋達澤話：呢一啲就係當年戰爭留低落嚟嘅骸骨啦。嗱，除此之外呢，我哋冇揾到其他更有價值嘅線索，而且怪聲並冇出現啦。再行入啲啫，我哋就發現洞裏邊嘅洞壁上面有好多個窿，大細不一嘅，有啲係幾個窿相通，有啲就係單個窿存在啫。聽村民講啊，每次喺聽到怪聲之後呢，就會大風大雨噶咯噃。咁呢個係巧合呢，定係另有原因啊？聽到這個聲音，它有長有短，有的聲音吼得響的時候有5、6分鐘。有的時候就是那麼1、2分鐘，聽到5、6分鐘吼的這個聲音長的時候，它這個就是瓢潑大雨，肯定這個附近要漲水，要發大水。咁啲怪聲啊，又會唔會同山洞入邊個窿啊有關呢？好似 D 打同埋小號呢啲吹奏嘅樂器，就係通過強大嘅氣流發出嘅聲音，唔同嘅聲調就係通過咗調節樂器裏邊內部結構而產生嘅。而決定聲調嘅就係樂器上邊嘅窿啦。有專家解釋，呢個雷打岩嘅山洞就好比係一個頂，當風大嘅時候呢，氣流迅速交替，穿過山洞裏邊嘅大大小小嘅窿，就會發出咗唔同嘅聲音。亦就係點解怪聲出現嘅時候，總係會伴隨住狂風暴雨？呢個解釋又會唔會係雷打岩洞裏邊能發出個怪聲嘅秘密呢？嗱，還是不太像，因為它發出這個聲音的時間，這個天是陰，有點陰，有的時候是晴，但是
統一都是悶熱，沒有風。睇嚟笛子嘅效應並唔能夠得到當地人嘅認同噃。呢個山洞由山體穿過，當地人又將山洞稱之為大穿洞。企喺洞口，我哋可以睇到洞嘅兩邊嘅洞柱係相連嘅，洞頂同洞壁上面有好多參差不齊嘅凹槽。突然，山谷嘅名稱雷打岩啊，3個字引起咗編導嘅注意咯。呢個名又係點樣得嚟嘅呢？唔通呢個地方經常會打雷而得名嘅咩？有一天突然要下雨的時候，啪嗒一聲，完了以後，這個雷就把這個山給劈了一半。從那個時候就，哎呀，那個叫什麼？那個叫雷打岩。我哋了解到關於陰兵借道啊，故宮嘅專家就係咁樣解釋嘅。朱紅色嘅宮牆富含咗4氧化三鐵，4氧化三鐵啊係磁性嘅物質，可以記錄聲音噃。喺閃電雷鳴嘅氣候中，閃電同4氧化三鐵產生咗化學反應，導致城牆有咗磁帶嘅記錄功能。雷打岩嘅怪現象呢，會唔會就係一種特有嘅錄音效果呢？文雲啊，係安順市腰鋪鎮文化服務中心主任。對於歪寨村嘅怪聲一事呢，佢就認為一般講嚟啊，如果一座山含有豐富嘅金屬產物呢，引嚟雷電嘅可能性呢就會增大。因為金屬礦狀係一種極好嘅導體，喺自然界中有一種名為石英岩嘅普通礦物，具有一定嘅錄音功能。而石英岩嘅主要化學成分呢係二氧化硅。由於二氧化硅具有良好嘅傳導性，所以經常都以佢製造出各種電子元件嘅安裝喺錄音機裏邊。除此之外呢，文主任就猜測啦，如果有一種具有磁性嘅礦物質喺岩石中含量豐富嘅話呢，雷打岩變成一個巨大嘅錄音機，亦都唔係冇可能嘅事嚟嘅。在極端天氣下，然後那個磁鐵礦嘛，它產生了一定的錄音效果。特定的條件下嘛，就是也是極端天氣的這種情況下，它因為下雨啊或者這種電離子它增加，然後增加以後就有一種充電的效果，然後就導致了就是說一種它的錄音重複播放的一種效果，然後就把聲音放出來。如果假設都成立啊，咁雷打岩就應該遇雨聲就錄雨聲，遇到雷聲就錄雷聲，甚至能夠記低村民喺安葬逝者嘅敲鑼打鼓聲，同埋當年太平天國軍戰爭嘅聲音。但係點解當地嘅村民喺山谷裏邊淨係聽到喊打喊殺嘅戰爭聲音呢？他當時就是因為他是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嘛，因為如果聲音小了，它不會錄得出來。我們這兒這個岩石嘛，也是比較疏鬆的，打雷以後把這個岩石塌下來以後，它就是聲音比較巨大嘛，然後就產生了一種錄音效果。到咗而家，山谷中奇怪嘅聲音依舊會出現，村民對山谷依然係恐懼嘅，唔敢去過多打擾。而村民都清楚呢一種恐懼，更多係對先祖嘅敬畏。嗱，謎團終於解開啦！所謂陰兵呢個傳說呢，其實只不過係一種自然界嘅反應造成嘅啫。而我哋了解到啊，有好多好得人驚嘅傳說，都係同雷電有關嘅。不過隨住科學嘅發展，我哋都已經明白到雷電喺雲裏邊正負電荷撞擊所產生。有好多神秘嘅現象，到咗而家都能夠揾到